由民进党台南市党部甲乐活基金会发起，每合台南企业资源停1号的行动，上午有文企企业甲微醺餐酒馆的头家持续送爱心参与，为了第一线的医护人员。感谢我们文企企业，还有我们微醺餐酒馆。那在台湾最困难的时候，愿意持续的来送爱心，到台南的各大医疗院所呢，来送爱心便当，给我们医护人员很大的力量跟温暖哈。那相信我们台南有这样温暖的企业，大家携手呢，合作团结努力，一定可以很快度过疫情的难关。感谢所有同仁，包括成大医院的同仁都那么辛苦，你可以看一下我们。其实基本上微醺公益不间断啦，只要你有需求跟我们说一声，我们一定是尽快的安排。那这是微醺公益应该是第4站哦，对，第4站了，3间医院还有1间社团的公益活动。那不管怎样，当然还是第一个防疫安全第一，那第二就是说有需要的话，大家一起来做公益，做个手心向下的人啊，我们能做的我们一定做。然后能够协助的一定协助，这样。餐酒馆的头家王少奇表示，虽然疫情期间，真侪餐饮业者生意大受影响，不过餐厅也是感谢所有的同仁，只要民众有需求，做公益绝对袂来中断。目前已经捐赠3间病院甲1间社团，只要有能力，因也会持续继续来送爱心。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。